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初3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丁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家人有人赛车弄入去北斗分驻所造成伤亡，警政署下令全国的警察机关要加强防护。北斗分驻所的门口就采红门涂甲来挡。中国船伫咧金门并船的案件，咱的海巡甲中国协商，搁再无共识。中国代表讲要听咱的海巡署伫明仔载去立法院做报告。国内鸡卵库存上济，顶个月鸡卵俗3块，卵商公会宣布，这礼拜鸡卵袂起价，大麦计售1斤49块，产地计售1斤39块半。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前几日啊，家人有人驶火车弄入去北斗分驻所，造成一个警员死亡，一个警员受伤。即马警政署是下令全国的警察机关拢要加强安全防护。伫咧发生案件的这个北斗分驻所，因是伫门口有采一座2栋重的红门涂角来挡咧。因若伫咧台南、较晚大路边的这个派出所，有的就是用巡逻车砸伫咧门卡口。不过因为花莲的结案分局门口的位无够通好停一只巡逻车，所以就干那停3只警用奥多拜。巡逻车慢慢挖去，车尾离大门差不多1公尺，停伫派出所的头前，加强维护驻地警力安全。台南市警局算出挖近周边道路43间派出所，先用警车停动应变，及时有效阻绝考量，于3月1日通报各所，以巡逻车预置驻地前方作为缓冲。发生冲撞事件的家人北斗分驻所门前是放一个2栋的红毛头石墩来阻挡。花莲嘛因应警政署的通令，无防护措施的警所先用巡逻车挡伫门前。啊，不过结案分局头前敢若停3台警用机车，引起安全性的质疑。考量分级驻地前方空间纵深不足，不便将巡逻车直向停放，故在巡逻车全数出勤时，改以警用机车作为主材。啊，不过市区内道路也是市区警局建筑物的空间不足，巡逻车无法度停，汽机车也有可能因为冲浪引起火灾。各地警局研究加装某字形的杠梁，也是防浪管、石杆帮诸如此类，或者是像那个一个铁杆子这样之类的，阻在那个警察局的前面，这样阻挡就有人这样直接冲撞过来。市区里面就当然做一些防护措施啊。警察同仁也是啊，也是要安全为重。其实最近10年已经发生至少4件冲浪案。2021年有民众身体无拄好，冲入去桃园交通中队；2016年屏东的民众不愿取缔，冲浪交通队。最近一件是2022年南口文林派出所去互啉酒赛车民众冲浪。到底安怎兼顾执法人员的安全，加民众办公报案的便利性？警政署爱赶紧提出解决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顶个月伫咧台中有一个毒品的通缉犯，拄着警方要拿走，伊就赛车甲警员弄来做伊走，造成现场一个警员骹骨断去。经过追踪调查，发现有4个同款是毒品通缉犯的朋友咧甲伊斗接应，警方先甲这个共犯拢总抓起来，落尾嘛顺利有抓到这个走去的通缉犯，依照毒品抑佫有加重妨害公务等等的罪嫌来甲伊送办。警方伫南投市锁定这个姓洪的查甫人甲姓陈的查某人，甲因压制检查。蹲下，去卖包，就要蹲着。蹲下，都蹲着。另外，嘛伫台中潭子陆续查到姓柯的查甫人甲姓郑的查某人，嘛入去厝内搜查。你麦当，你麦当。好，先站着就好。你站着就好。我们是警察。这4个嫌犯拢是毒品通缉案的身份，警方会找因是因为因牵涉到接应。顶个月17日，伫台中代理涉嫌冲浪关境的4道毒品通缉犯。下车，下车，帮我挡啊！下车。顶个月17日，这个4道的毒品通缉犯伫台中代理，互警方拿查。啊，不过伊毋若无停车，毋管远近开枪警告，伊阁吹油门冲撞警方了后逃走，造成一个县区的远近脚骨折。警方追查了后发现，伊甲犯案用的车等伫中华分园了后，阁走去台中中华南投这个县市，由其他4个毒品通缉犯来接应，制造真侪断点汤鲜米。警方切断4道查甫人支援了后，车伫桃园改抓到。期间搭乘租赁车、高铁、计程车等各类交通工具，企图混淆警方追踪，着嫌换车换人，交叉掩护相当狡猾。
警方查到包括安徽他兵4号海洛因甲大麻这证物，询问了后，伊才有毒品甲加重妨害公务等罪嫌法办，互冲浪的县区环境目前详细稳定，当地厝的休养。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这几天啊实在有够冷，不过对今仔日开始，冷气团地减弱，气温会渐渐啊回升。气象署就提醒大家，对阴暗到明仔早起，中部以北的较高的大雾影响到能见度，塞车得爱特别注意。另外，拜三开始又搁有风面甲冷空气报道，有个拜四、拜五会上寒，北部的低温又搁会降到剩12度。玉山国家公园透早5点半，低温是-6°C。早起天气好天，暗过温度也是有较低。前一天啊，流落来的积雪也阁有1公分。今日大陆冷气团当渐渐减弱，拜一甲拜二开始，各地温度会明显回升。北部高温看上30度，一直到拜三方面报道，天气才会阁开始变天。中午的时候，高温跟前一天有很明显的差别，从原本的30度左右掉到22度。周四周五这2天可以看到，北台湾的温度是持续的一整天，可能是在14度、15度而已，是主要冷空气影响期间。这波冷空气确实冷，强度可能来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顶级，一直爱到礼拜6才会渐渐减弱，气温会小可回升。各地早暗也是会较凉冷。气象专家提醒，3月11会阁有方面报道。当咱3月初6甲3月初7哦，咱这台中以北甲宜兰遮雨可能就了较大、较明显哦，应该有机会出现咱讲这春雷这情形出现。专家分析，短期气候预测显示，后礼拜一的方面通过了后，水汽就会减少。3月中了后，温度会较温暖。不过3月底至4月初，降雨量可能会较济。后期预测也是有无确定性，所以民众若是规划清明假期，爱特别注意最新的天气资讯。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中国船伫咧金门的海峡并船的案件，咱的海巡署和中国的代表搁再协商第15摆，有关是无共识。因为咱的海巡署等等的单位，明仔载特别去立法院做专案报告。中国迄边的代表讲是要看咱安怎讲，若无互因一个交代，说落来就拢总唔免讲啊。在后面那台是海警船2202，后面这台是14608，来到这边汇合。金门民众伫礼拜翕到中国海警船2个片队4只船舰伫金门限制出海来回回，也翕到咱方3只海巡舰艇伫风影中，甲中国海警船对立开斗阵。虽然动数明显差真多，不过海巡监控到对方脱离限制出海为止，也凸显这中国快艇并船案件和金门海峡的情势相关的现况。海巡署甲中方的代表车手早起进行第15摆协商，双方会谈75分钟了后，表情严肃立场，犹原无共识。据了解，中方代表爱等海巡署这相关单位拜一到立法院专案报告，有一个交代了后，才可能继续谈判。历代正也搁再延期3天，下晡会议因此取消。南方官员也陆续坐飞行机返来台湾。有准备好到立法院报告的内容了吗？海委会送到立法院的报告出来，6页报告内容有关执法过程拢无讲到小浪，而且标题对全部名称金门弄船案修改真多，处第6级快艇事故案，引发国民党立委不满，有加提案要求主委关碧玲公开核实的，并且下令加急动员。这是行政权对于立法权的极度不尊重，并且藐视民意。所以明天我们的甲级动员以及党团大会也会做出最后的讨论提案的方向。不要把这样一个文字调整的事件无限上纲，成为杯葛议事进行的借口跟理由。民进党团也以加急动员来应应，并且呼吁在野党立委应该理性监督来问政。海巡署是发声明讲，为着捍卫执法的正当性甲依法行政的核心价值，所以调整报告名称，也强调行政机关到立法院报告以业务本质来改名，毋是头一个案例。对着调位有失礼所在，愿意来接受指责。记者综合报道。咱国防部公布，昨中国又阁有6只军舰甲21座军机来侵扰咱台海。其中有1只无人机，阁飞到离咱的鹅銮片，敢若50海里遮尔近。而且，若是军事行动才会威胁，咱的外交部长吴钊燮最近接受印度电视台的专访，嘛叫中国的驻印度大使馆气噗噗批评印度的媒体违反一中原则。不过，这个专访的影片并无互人摕落来，阁互人看超过1万摆。
Joining us now on a NewsX World exclusive is Dr. Joseph Wu,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aiwan ROC. Many congratulations on the peaceful, free and fair democratic elections that have just been concluded in your country. 接受印度媒体视线专访，外交部长吴钊燮谈台印关系甲印太情势，背景是咱国国旗，这互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发声明批评。电视台是为台独提供发声平台，违反一中原则，完全无得接受。不过印度媒体无把这个访谈摕落来，影片看的次数突破1万解。外交部对台印间的交流互动表示欢迎与支持，同时重申。 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民主台湾与专制中国互不隶属，是国际公认且客观的事实。中国对台独立文攻武汉嘛无停，公布7日规工查到6只强舰21台强机伫台海周边活动，其中1台无人机上建离无人偏敢50海里，因应强军的威胁，有航艦杀手称呼的多攻击军艦传出头一批要量产6只，预定3月底前全部完成。那第2批5台反艦型嘛要开始做。 具有高强的火力，而且高速航行，可以称为海上小钢炮。那么未来在战略上，也可以跟暗刺的鱼叉，还有雄风飞弹形成海陆双响炮，阻绝敌人的进犯。 另外，传出咱海军司令部研究新设立滨海作战指挥部，整合现有的反舰飞弹部队、海防大队这单位，也甲大队改编做北中南东打击群。除了有向2向3飞弹，也会配置精挺型向3，甚至美国未来的换地鱼车飞弹，要建立台海周边中等型精准制海战略。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来看，美国的德州最近火烧山是真严重，已经烧掉40万公顷的土地，至少有2个人死亡，有真侪牛嘛拢烧死，甚至还佫威胁到当地核武设施，赶紧来疏散。另外一边，伫咧加州是当地咧透暴风雪，部分地区的累积雪量已经有到3公尺悬，造成公路断站，数万户人家厝嘛隆重失电。 车辆伫公路行，边仔野火强要拖烧到公路面顶，造成蒙恩大雾，强要看袂到路。美国德州最近几工野火一直拖烧，造成至少差不多40万公顷的土地互烧去，互当地畜牧农家损失惨重，饲的牛拢互烧死，有居民因此死亡。 We've had some of these fires that have encompassed close to 60–80% of a county as far as a burn rate. We currently have the largest fire in Texas history. Last time I looked at the data, it was over 1 million acres burned. 受到强风影响，野火拖烧真紧，也毋过只有差不多15派火势受到控制。大火佮一度逼近阿马里洛东北部的核武设施潘泰克斯工厂，互工厂紧急关闭，疏散大部分的员工。工厂表示，暂时工厂内底保存的所有军火佮特殊的材料，并无受到野火影响，已经恢复正常的作业。 德州发生野火同时阵，美国加州是受到暴风雪的侵袭，为2月底开始一直透风雪，各地拢是白茫茫。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这是当季以来上大一届落雪，佮对内华达山脉地区发布暴风雪警报，估计到当地初三为止，落雪量会达到3公尺悬，部分的州际公路路段佮因此关闭，数万户的民体停电。另外，大甲圣地太后湖的北边，到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南边的山区嘛发布暴风雪警报，内华达山脉防雪中心佮对太后湖盆地发布防雪警戒。 估计到当地初三暗头为止，有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崩雪。国际新闻台是唐平益。顶个月29，伫咧加沙地区有一阵要领物资的巴勒斯坦人，去互以色列的军方开枪扫射的事件，引起国际大声来批评。以色列即马才答应讲会展开调查，公布结果。另外，针对以下冲突的停火协议，有美国的官员表示，以色列打算要接受停战6礼拜。 只要哈马斯点头放出人质，这协议就会当生效。1架佮1架的运输机出发，伫机舱门拍开了后，甲包好的物资弹出机舱做空投。顶个月2号发生加沙民众单台救援物资的时阵，受到以色列军方开枪死伤的代志，引起国际批评。暂时以色列承诺会对此展开调查，也毋过嘛强调，以军无调降伤害民众甲援助车队。 יש לנו את כל התיעוד שאנחנו צריכים על מנת להגיע למיצוי ותחקיר ובירור אמת של העובדות באירוע הזה, ואנחנו נציג את הממצאים.
加沙民众伫等待物资所受到攻击，和美国决定向加沙头一届投放人道物资。第七一甲救援物资搬入去运输机内底，飞去加沙投放。不过加沙居民对此无啥领情。美国国内嘛支持总统拜登无法度予以色列开放过境关口的做法，组织伫华盛顿地区的以色列大使馆外口示威抗议，要求停止嘛停止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武器。يعني كل المظلات على الفاضي يعني ما هي عندنا معابر مصر تفتح معابرها وتدخل بضاعة زي العالم يعني ليش عن طريق المظلات We're dropping some food and we're dropping the bombs and the tanks and the bullets and everything else at the same time. That's what he's got to do. Stop sending the money and the weapons. 以下冲突特别满5个月，针对双方停火甲释放人质的协议，外国媒体法新社报道，有美国国战官员透露，暂时有一份停火6礼拜的协议签价，以色列已经大部分当局接受，只需要武装组织哈马斯点头，当局释放包括病人、伤患、老人甲妇女在人质，协议得当生效。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镜头转来看国内，卫福部进前提出以何做美版的奖励金新制，不过却因为国战级的病院奖金无同，互人质疑无公平。即马卫福部是建议要提升较低战级的病院的奖励金，以医学中心甲地区病院的大美版奖励金来讲，原底差400块会变做差200块尔尔。不过要提出这么侪奖励金，这钱要对倒位来，嘛是引起质疑。为了解决护理师大量离职的情形，卫福部第2岁推出夜班的奖励，不过因为奖励金无同，引发地方病院不满。最近卫福部建议缩小夜班费精彩的所在。长期政府对于地区医院不够重视，那很多政策都无视到地区医院，尤其是看到说医学中心的家数又增加，所以我们的诉求还是要3班都一样嘛。根据卫福部规划新版夜班费方案内底，医学中心的金额维持不变。区域病院的小夜津贴甲大夜津贴分别提悬到550块到900块，地区病院小夜津贴是对400块提悬到500块，大夜津贴对600块增加到800块。只是2种层级奖励金甲医学中心的精差缩小，有时应该对倒位来，也引发这个质疑。经费就会是从公预算或者相关的多元的财源来做一个筹措。那如果我们有争取到预算，就依照我们争取到的预算来往这3个层级的夜班的补助的这个额度呢，能够减少那个差距。除了护理的能力无够，分级的医疗制度也一定要实行。卫福部的中心启动医学中心甲区域病院的问诊减量的做法，达到年减2%的问诊量，10年达到年减10%的目标。我们的分级转诊的制度，在部分负担的设计上，可能要适度的调高，那让民众呢能够呢，因为财务的理由，愿意先留在地区医院来就医，然后再层层转诊到大型的医院就医。第3个配套就是说，地区医院本身也可能要精进他们的医疗的技术，建立民众对我们台湾地区医院的一个信心。洪主任认为，医学中心区域病院应该把重点放在急症、重症、罕见疾病甲治疗困难度较悬的病，要促成分级医疗，不应该靠问诊减量，而是应该保障医学中心、区域病院大医部问诊点值1点1块，对多方面来共同推动，才法度这个更加完善。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因为欠卵的问题，国内农民是拍拼咧加饲卵鸡，而且因为今年禽流感的疫情是控制了袂歹，结果即马煞面临着国内鸡卵库存上济的问题。就算顶个月有宣布鸡卵俗3块，饲草犹原是无加较好。两小工会就宣布，即礼拜鸡卵袂起价，维持大麦价小1斤49块，产地价小1斤39块半。不过有可能到清明，这鸡卵的大麦价小就会落到40块以下。来到这个下晡市啊，发现买卵的人甲进前卵无够、无卵通买的时阵来比较，来买的人减少袂少。民众买卵无过一粒斤，你是1摆就买1盒。民众讲这种卵确实有较俗。东西也是都高涨不下，所以一般消费者其实真的还蛮辛苦的啦。价钱的话会下修的话，那一定是更好啊。当然越便宜啊，但是要新鲜啊。那民众感觉鸡卵落价啊，买卵的人也有感觉，卵价不过出现真大波动，价平稳济啊。选举完了以后，批发价涨2次，
再来就平稳了，就没有再涨。我们卖的人没差，你降下来，我跟着降啊。婆婆妈妈可能也比较舍得花。前2年过来，因为欠卵的问题，各地饲鸡人一直赶紧饲。今年鸡卵的产量增加袂少，加上饲鸡场疫情控制啊袂歹，就过来每天供应的鸡卵数量每天就12万箱。不过过年了后，鸡卵较少人买，加上真侪业者拄着过年期间休市，囤货鸡卵也卖完，互你这个卖卵的业者压力也不哩大。两商公会宣布，这礼拜两价袂起价，批发价每台斤49块，产地介绍每台斤39块半。今年的蛋产量很多啊，不会缺蛋了。蛋的话好卖，当然就会涨价，对不对？蛋不好卖的话就会跌价，这是很正常的市场的那个销售情形，会做这个蛋价的决定了。有两商有估饲苗买起原也无好，传出鸡卵批发价有可能落到40块以下。农业部讲，产地有减产来控制销量，应该是袂出现大落价情形。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新港的葱头是全台湾上早出产的所在。为着要好民众会当了解到葱头的生长过程，新港的农会有举办食农教育的体验活动，带多人囡仔来认捌在地农产品，嘛建立珍惜食物的观念。民众斟酌听农民解说种葱头的相关知识，适合安怎的天气，爱种偌久等等，然后亲身落田体验挽葱头。要先把长的根部分的拔起来，然后我觉得今天很值得的是，可以让我们下洋葱田去采洋葱。真趣味，嘿，嘛真好耍，带囡仔来，囡仔嘛会使体会讲做农民的辛苦。我想讲互囡仔来参加一寡食农教育。知影讲吼，咱食物是安怎种的，然后莫去浪费食的物件。中华新港的葱头是台湾上早出的地区，农民表示种葱头真重人工，民众伫市面上看到的葱头拢已经处理好势。这边透过新港农会举办的食农教育体验活动，带民众来产地了解葱头生产的过程。咱种葱头的时候是一粒一粒落去种，采收的时候嘛是一粒一粒落去做采收。今日啊吼，就是互这家长啊吼，互这挽这葱头的经验啊吼，是这真好。咱大部分伫市场拢有看到洋葱啊，但是伊唔知讲安怎种、安怎使用。民众来体验，会知互伊了解讲哦，这安怎种。安怎采收？中华新港因为我大道溪口，吹东北季风，会互葱头的叶仔变大，颠倒加强土地葱头的营养分，种出来葱头咸搁甜。农会希望透过体验活动，互民众认捌在地农产甲环境的关系，建立爱惜食物、感恩土地观念。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嘉义大学嘛咧推动食农教育，带学生去欢乐乡农会来了解在地特产，体验将规粒的起仔亲手变做起仔饼。用胶刀为起仔地头夹开，刷来再搁豆豆啊，甲尾包的鸭插入去起仔内底，亲手体验来做起仔饼，来上课的人拢感觉真新鲜。嘉义大学带学生来嘉义县欢乐农会，用在地起仔体验食农教育。知影迄落规个这柿子的制作流程，真趣味，囡仔体验嘛，带囡仔来耍真好耍。咱若要食上好的物件，咱就爱去产地，然后要在当季来食，会有上好的品质。我相信这是上好的食农教育。嘉义大学为着要互北部食书专班的学生认捌嘉义在地农产品，初三早时来到欢乐农会举办食农教育的课程，动手体验做起仔饼，了解起仔为产地变产品的过程。本地是安尼定空空的起仔变做安尼水水的，这叫做柿饼安尼会当食起来，搁嫩搁香，搁会当甲咱农民辛苦种起来，这样起仔呢推广出去，我感觉这是一个最有意义的代志。亲自来到我们番路这一块土地上呢，跟我们的农民做连结，然后认识我们在地的产业，让它做地产地销，缩短我们食物的里程。嘉义大学表示，食农教育唔是干那只针对囡仔，大人参与食农教育的好处是，食在地、食着时的观念，会当对咧深入家庭内底。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明仔载，佮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14度至26度，中部地区13度至27度，
南部地区15度至29度，东部地区15度至26度，一个外岛地区11度至24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气象。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的暗新闻，我是丁雅纯。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